今仔日，我伫小山的社团内底，我的小山有人有留话互我，入去看。伊意思是讲，虽然伊看我逐工拢打一篇文章，互伊互迄个网友诚感动，甲我诚认真，但是伊感我的故事就是较乱啦，因为我有两个人做伙以后，搁甲第三个人做伙，即种三角的乱情。而且本来写这大家标准嘛较奇怪，有诶就是一直杀人啊，一直甲人折磨，但是大家是感觉诚刺激。但是像我即种写甲较正，写甲较现实，变讲看诶人都会想讲这都真正诶，较无像讲较幻想诶代志。回伫就是迄个人，就是讲因为我写诶内容就是我写诶内容就是较乱。伊诶乱诶意思是讲感情较乱，伊就较无介意看，所以伊就讲伊伫精神方面甲我支持。若是伫以早我还袂想开诶时阵一定会诚艰苦啊！想讲这世间无人介意我写诶小说，但是我即马较有自信。我想讲，其实我写小说嘛，毋是写互这帮网友看诶嘛。因为伫社团内底虽然有诚侪人伫内底，但是因诶年岁我嘛无了解，而且我相信因介意诶物件应该是较主流诶物件，较市场诶物件，就是一寡少年查某较介意诶物件。举一个例，就是内底角色就是爱就是爱较软正，一直爱互人欺负，啥物拢袂晓。这因就会使投射家己诶身份伫内底。其实我写诶时阵阮翁就有讲过，讲伊无法度入去这故事诶内容，因为伊就嘛感觉诚奇怪，就是要安怎讲？反正就是会有即个毛病。但是我即马较有自信，我就想讲，其实我写这就是我认为适合诶，认为这故事就应该是安尼。这主角诶个性就是安尼。发展呢，其实就是安尼安排是上好诶。这就是一种感觉。我嘛无想讲，足侪人想要看安怎的发展安怎的个性，我就顺应。我无安尼想，我就是为家己去写遐长的小说，所以讲即摆较坚强，就是别人甲我批评抑是讲别人讲伊无法度看，无认同，我拢感觉袂要紧，嘛袂讲悲伤嘛袂讲着失志。因为这段时间我有愈想愈开，就是讲诚侪代志，像讲台语，我会使去学台语，找机会讲。但是别人要喊我讲，还是讲别人听我讲台语会甲我主动讲你讲中文就好。其实这种代志我无法度去管，迄是别人的代志。就亲像我写小说，我要安怎写，我会当家己主张。譬如讲
较歹写，但是我就是开家己的时间豆豆写出来，这拢是我家己会当处理的代志。但是写好以后，大家会介意看，还是大家看看会讲这一开始我就无介意啊，因为一开始就毋是做专情的小选，迄就是我无法度控制，就是别人的思想、别人的代志。我感觉我爱家己分开了较袂痛苦。以早真正是对别人有一个期待，想讲我若做好，我做认真做拍拼，别人就应该是会鼓励我讲台语，还是讲大家就会定定讲台语，甲我创造一个台语的环境。即摆呢，我发觉着讲，就是爱家己去找，有人就是会去参加什物社团，还是讲什物团体，就教因仔讲台语，去定定甲因做伙，所以就会使甲诚济注重台语的人，讲一寡台语。但是伊若想袂开，伊就甲身躯边的人，第下讲，你哪会无爱讲台语啊？去买一个物件就足气的，讲即摆每一个人伫路上伫买物件的时阵，拢无人要讲台语。其实安尼想是家己加艰苦的，就亲像我嘛是安尼啊，就是一开始嘛真艰苦，想讲为虾米人要安尼人无爱安怎安怎。后来我就是家己去找，我去找一寡手机有一个软体 App 会当一个广播电台，我就找4个个，4个个内底我就找讲有台语的，我就甲伊加入去。若是讲听一台听甲深，还是听甲有华语出来，我就搁换一台。所以我就听广播电台，用手机听真方便。我嘛无，就是讲我家己去找我的资源，无我就是去上家教的课。虽然有一个家教老师，我有甲伊报名，但是台语讲甲无啥好势，有一个腔。但是呢，我想讲甲伊讲话，伊嘛会鼓励我一直讲。伊袂讲。甲我讲话，我就讲袂落去，就会使训练讲我讲台语。虽然我写日记用声音来写，用台语来写日记嘛是会使直讲嘛，但是还是嘛是无共款，因为写日记可能定定讲出厝的话拢做相共，所以讲我袂发觉讲我倒位袂晓讲较袂好势，就是爱有会去训练，去无共款的所在，甲无共款的人讲台语去训练，互较会使豆豆讲愈讲愈好。我即马就是譬如找阮孙时间伫要到，今仔要找伊讲台语。我嘛去开钱去找家教的老师去讲台语，嘛搁找台语老师，搁另外一个去教台语。我即摆嘛会开始讲去看台路拼音的歌词，我就豆豆学，虽然讲定定无耐心，但是这实在是家己会当控制。譬如讲，你要看册，准备考试，这是家己会当控制。但是你要考调，去毋论是学校还是讲你要考公家，你要考调，这就毋是家己会当控制。所以对于家己无法度控制的代志，我的心就放互开。
我着找较侪资源。路上的人啊，生分人，伊不爱向我讲台语，不要紧，我莫想遐济，因为总有人就是我若用心去熟悉，嘛是有人伫推沙讲台语这代志啊。路上的人嘛无法度啊，伊可能会趁钱啊，还是讲伊结束较紧，对伊来讲是较重要的代志。伊哪有会吵我讲我即马伫学啊，我即马需要鼓励。即摆的人哪有想遐济啦？就是安尼。